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5年10月14號。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今集嘅內容包括一啲科技界嘅花生嘢啦、WhatsApp 嘅消息同埋 iPhone 嘅消息啊。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但係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咁唔阻大家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唔知大家嘅 backup 咧有幾多份，有幾多個地方去儲存呢？而南韓早前喺9月尾咧，有一個國營嘅數據資料中心咧就發生咗呢個嘅火災，搞到咧有幾百項政府服務就要停擺，19幾萬嘅公務員儲存喺雲端嘅工作資料咧就冇晒，全數遺失。點解淨係擺喺個雲端上面呢？佢自己 logo 冇 backup， 第一，第二佢個雲端亦都冇 backup。係啊，佢個雲端係冇 backup， 而據稱咧就係一啲鋰電池起火導致嘅。咁至於點解有咁多鋰電池擺咗喺啲碓化設備隔離呢？我相信係一啲 UPS 緊急電源嚟嘅。咁點解唔會喺隔離房嘅呢？咁唔清楚佢個設計啊。據消息指咧，呢個系統係用一個大容量、低效能嘅儲存裝置，就冇辦法進行呢個外部備份啊。今次咧就搞到南韓嘅電子法政府呢個嘅敗筆位咧就暴露無遺，搞到呢成個電子系統咧就癱瘓咗，就衰過呢個嘅石器時代啊！仲要用翻最原始嘅打電話、fax、手動吸印掣審批公文啊！據資料顯示咧，呢個嘅雲端 backup 咧就唔見咗850幾 TB 嘅資料，大概係幾多嘅數據呢？就話係去到成4400幾億張嘅 A4 紙數據啊！今次真係咪防止呢個 Skynet 入侵嘅最好方法呢？咁就唔知啦。唔知大家會唔會對大家嘅雲端資料呢做多少少嘅保障呢？跟住落咧就講一啲 NAS 嘅消息啦。Synology 咧早幾個月就已經宣布咗禁用其他品牌嘅 hard disk， 即係例如思奇啊、WD， 只係可以用翻佢自家品牌 Synology 嘅 hard disk 嚟架建呢個嘅 NAS 嘅消息咧，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噶啦，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咧，我知道都已經轉咗會。轉用什麼 QLab 啊，或者自己去起個 NAS 嘅，當然就睇大家嘅技術水平同價錢啦。OK， 但係喺外國有一啲嘅玩家咧，就話見到 Synology 終於投降啦，就話 Synology 最新釋出嘅 firmware 咧，就話可以支援翻思奇 WD 呢啲嘅 hard disk 嚟架建佢嘅 NAS 嘅，唔知大家點樣睇咧？尤其是準備要架建 NAS 嘅朋友仔，會唔會話喂又驚佢突然間又轉軚，又話唔俾用其他啲事呢？我諗大家就要注意翻睇定少少啦。跟住落嚟呢，就講下一啲通訊軟件有啲新功能啦。今次講嘅係 WhatsApp 啊。如果大家同翻香港或者用開中文嘅地區嘅朋友呢，我相信都唔係啲乜大問題噶，大家都用緊同一個語言。但係如果有啲跨國嘅通訊呢，即係類似你係要傾生意啊，或者同啲外國客去溝通嗰啲呢，係咪個個咁好英文呢？或者人哋會就到我哋嘅英文程度呢？咁就唔知啊。同埋有時對正啲咁啱日本客啊、朝鮮客係咪個個識日文、識朝鮮話呢？咁就係幾擲使嘅問題嚟嘅。擁有30億使用者嘅 WhatsApp 呢，就帶嚟咗一個全新嘅翻譯功能啊，係內建嘅。OK， 用戶呢就可以喺個人對話群組聊天頻道入面呢，將啲信息翻譯成唔同嘅語言。
如果你睇到其他語言嘅信息咧，就可以長按翻譯掣，選擇你要將信息翻譯為邊一種語言去邊一種語言。下載咗之後咧，日後就可以自動去翻譯噶啦。當然 Android 版同 iPhone 版嘅推出時間咧都會有啲唔同嘅。Android 使用者可以選擇整個對話串嚟自動翻譯嘅，或者單個都應該可以嘅。而暫時 Android 咧就以6種語言為基礎啊，例如英文、西班牙文、北印度文、葡萄牙文、俄文同阿拉伯文啦。之後我相信都會慢慢後加。而 iPhone 咧就會多幾種嘅，咁就推出時間都會有啲唔同。留意翻 WhatsApp 嘅資訊啊，我相信呢個功能咧方便大家同一啲外國嘅朋友溝通咧就更加方便啦。跟住落嚟就係 iPhone iOS 嘅消息啊，蘋果就放出咗最新嘅 iOS 26.1第2版嘅測試版啊。而今次就針對鬧鐘功能進行一啲調整。以往咧，蘋果 iPhone 咧熄鬧鐘嘅方法咧，就係撳啲實體鍵撳到佢熄為止嘅。可能有啲人瞓到懵懵鬆鬆就咁係咁撳係咁撳係咁拍咧，就拍熄咗嘅。而今次針對嘅係就加入咗一個滑動停止嘅操作機制啊，要用戶咧輕觸螢幕做特定嘅動作先至可以去熄咗個鬧鐘嘅，就話可以防止一啲使用者瞓到懵懵鬆鬆嘅情況下唔按停止掣而錯過呢個嘅鬧鐘提醒啊。今次嘅 iOS 26.1 Beta 2目前已經開放呢個嘅開發者測試版本，而正式版呢預計喺10月下旬到11月初呢就會推出噶啦。唔知大家會唔會有一啲瞓到懵懵鬆鬆而唔撳停止鬧鐘嘅掣嘅情況呢？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而今集嘅內容呢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鍾唔鍾意我為大家嘅選材，但係都要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記得喺影片完咗之後清理好啲花生碎啊！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